到通台湾。梨山部落的阿嬷讲，叫咱来这个铁虎呀，哦，铁虎呀来找这个曾文溪的源头。系啊，我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所在啊啦。哎，这，我个手机。哦，来啊，我来。铁虎呀，哦，上接近曾文溪水头的部落。雪蕴含丰富的原住民文化，是祖族文化上有代表性的所在。库巴是祖族文化核心，也是祖族人心目中上神圣庄严的场所。唔知是啥物的哦？唔知是什么款的所在呢？啊无，既然咱拢来这找源头啊，啊无来头前看卖问看卖有人知影无？好啊，好，咱来。这有一个老台呢，哇，这大间的咧，哎，唔知会当入去无？看者。咱来内底翕一下相的无？哎，hello，哎这袂使哦，这袂使这不可以礼拜哦，哦，这是阮的原住民的迄个我们的一个祭屋，哦，嘿外地人不能进来，是哦。哎，哦，对，歹势歹势，啊，敢讲这就是拄则咱看到的、听到的迄库巴哟。对，哦，就是这啦。就是这哦可是我们一般游客不能进来，对，只有我们族人可以进来而已。哦，了解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你们是要去哪里？阮是来遮找迄个曾文溪的源头，嘿啊源头就一只，暗过爱去哩，该个去啊乖去哩，对，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来，哦，多谢。这是阮的迄个男子聚会所啦。所以讲，这主要有啥物款的文化哈？我们会在这边会举办1年1度的战绩啦。这点，嘿，对。既然讲这曾文溪的源头踮伫这个所在，对。啊，唔知影梁哥，你敢知影要为倒位找找这好个源，头？我带恁去上源头遐，互恁去看。哦，真正上源头。对。好啊，好不？好不？那我今晚就做饭。好啊，来来，好，好，行。行位遮来嘛，行一地啊哦。对，阮这水源地吼，嘛是爱2000几公，2000多公尺啦。哦，啊，你讲迄水安尼一直安尼流落来安尼。对。系啊，咱即马算是行伫咧水路顶面就对啊。所以讲，我嘛有发现讲，其实咱部落离这个曾文溪的源头算讲足远的吼。对，啊，阮原住民讲有电无电无要紧，袂使无水啦。哦水是在心重要。对。是。啊，我看哦，这水嘛足清的，真正的当时这嘛是有保育的哈。有，我们这边有保育，我们这边这个河流哈，因为就是上游区啦哈。我们整个你要来钓鱼的话哈，不要说电堵在里，连钓鱼的话都要跟我们社区申请。哎呦，对，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我们整个爱山地区哈，很多部落在饮用的那个水，所以不能怕它会污染的。我这段路行拄只路，完全无共款的。也较细腻嘿，好，也路较无好。好，迄就是阮的水源啦，阮叫水总是对这叫的。哦，你家己拢会来教游这水源。只要社区没水，我们都会过来洗水。哦。对，这边就是我们的水源区。哇。这边就是我们的水源头，最高的啊，原始，很原始的。就是这。对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好。要拄只看到完全无共款的。哎呀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在。哦。有没有？很冰凉啊。冰凉的呢。对呀，这边海拔2000多公尺呢。细，真叫细哩哦。这个石头会滑哦。系啊。滚咯。哇。咱安尼嘛算是有体验到。梁哥。哎呦，我有害。对。没代志。安尼小梁细哩。不代志。来，这边就是我们的最高的水源地了哈。哦。对，这是我们最原始的水源地了哈。上原本的模样就伫咧遮呢。这算是曾文溪的起点。对。你看，咱两个自这个曾文溪下游一路行过来，大江内海迄边，安尼行起来。行起来，咱听讲的拢是曾文溪，拢合作青梅蛇嘛，会改道嘛，变来变去嘛。是。啊，即摆已经来到顶游啊。
啊，伊敢会嘛是会变来变去？也是会，因为是大自然的力量哦。我们它这个水路哈，它不是说常年就是这样走，它一定会有一点变化。对，所以我们其实像我们这个有兰沙坝这个部分哦，它对我们整个上游哦，其实也不是很友善啊。按照讲，等一下，其实我等一下再带你们去看，也是我们曾文溪上游，对我们整个河川上游哦破坏的那个场景给你看。破坏原乡。对。水的背后，原来有这么应该讲严重，也是讲危险的问题，就是伫咧这个所在。哦，来这边就是我要带你们来看的地方，它就是兰沙坝哈，它把这些沙子哦、土石哦，留在这边，为了保护水库哦，所以整个我们的河船都往上。所以讲这个是人了来起的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就是兰沙坝对我们上游我们原住民居民的一些很大的影响。很多人说我们住在山区的，我们原住民会乱垦乱伐，其实真的不是，是我们的兰沙坝哈，真的把我们土地一直在冲刷。啊，们的足久啊，所以是很久了。足定景就安尼啊。我小时候的时候，那个这个土石都还没有，那沿岸哈大概。两边的距离大概50公尺而已了。啊，差这多哦！你看现在都200以上，有的时候道路也中断了，然后又有大量的土石流这样子。连路拢像安尼用起安尼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，这个是真的是大自然的力量。哦，人讲有一好无两好。哦啊，当然有一寡代志咱拢已经习惯啦，习惯伊的存在，习惯伊所产生的一寡好处。啊，不过咱煞颠倒无去想到讲，其实，伊后壁，佫有其他种的可能性，啊，佫无共款的面向，啊，造成的迫害，哦，啊，佫造成影响，无共款的角度吼。真正无共，完全无共。伫这时阵传讯息来，袂够有任务吧？恭喜完成原乡之路溯源任务。咱完成啊！完成啊！你讲讲是完成啊，啊，不过较会无一种心情有淡薄复杂对无？种无一种足欢喜的感觉。像咱今日嘛是安尼行这一座路，行这个水路起来，较知影讲哦，原来啊山顶的人要安怎？对。啊，要叫因去倒位？对，我感觉咱应该对规个一切、规个环境、规个上天，一切来保持一种感恩的心、感谢的心。阿表有。阿表有。感谢。真正是阿表有。台湾面积有70%是山，30%是爱。林木土地100%你尊重100%理解。面对山脉直接无人咧护，相比厉害。面对家己体力阁会使翻，因来破关，咱着行一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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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听。心内节奏安排家己的速度，沿路有来休暂时休创，摇头看天光，前辈开垦这条山路，咱着爱离山水上。摕出你的相机，沿路翕相，就做沿路的脚迹，你嘛是装他们算记录，今日记录时来也总比勇气甲勇敢，啥物挑战拢总来亲像。用山的拆线，每一个风台。完成山海准条新一路，一路等待港行到玉山，真无简单，真轻松。海拔单零行到3952公尺高，我会为你扼腕。这条山路通台湾。